嘉义县政府为着鼓励学校发展有特色的教育，今日举办头一届特色教育博览会，推出体验活动，和参加的学校和学生会当互相交流成果。 的时候，我们的塑胶也还没有这么普及。那我们的扣子都是用贝壳下去做建造的。那随着工商业越来越发达，以及我们的塑胶业普及，因此我们的贝壳扣子才因此被塑胶扣取代。学生伫单位说明研究的成果，边仔阁有动手体验的课程。嘉义县20外间中学国小做伙分享家己的特色课程，参大家交流。可以寓教于乐啊，然后小孩做这些都很开心啊，自己在那边玩。然后他现在在玩这个也是很好玩，可以让小朋友体验一下那个一些科学啊，跟一些不知道的那个生活常识。为了推广在地特色教育，展现学校的成果，嘉义县举办特色教育博览会。教育处表示，特色课程的发展，唔但创造学校的品牌，嘛是在地教育的表现。 它这样的特色认证的学校是比照教学卓越奖的方式进行的，所以我们是希望带领的学校一起能够也可以迈出自己去申请教卓的这样的方案。从今年博览会可以看出我们整个嘉义县的学校的成果，包括不同的区域，像山区或是海洋，或是像一些创新教学部分，都在今天的活动能够做一些展现。有校长表示，透过这届活动，学生唔但会当体验别间学校的课程。 学校甲学校之间也增加合作交流的机会，让学生在耍的过程当中发现学习的趣味。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